各位 Facebook 嘅聲法友，大家好，好歡迎收睇我哋由創古中心舉辦嘅藏醫與你，大家一齊收看，大家非常之有福報啦！我係今日嘅 Timothy 啦，思怡。咁呢，我隔離呢一位呢，就係大娃多吉醫生，係一位非常之有經驗同埋出名嘅藏醫嚟嘅。咁大家今日非常有福報。咁喺我哋介紹咗大娃醫生之後呢，大娃醫生呢係會教我哋一啲藏醫嘅養生嘅概念之後呢，亦都有好多師兄法友呢已經準備咗一啲好貼身嘅問題呢，係將會請教我哋呢藏醫大娃醫生嘅。咁首先呢，我介紹下，在我旁邊就是大娃多吉藏醫。咁我跟住呢就會用廣東話呢，同大家介紹呢大娃醫生呢，佢係行醫咗45年嘅。咁大娃多吉醫生呢，係出生喺1958年，係由13歲起呢，就喺藏醫學校呢學習呢個藏醫。咁1975年到而家呢，係從事藏醫嘅事業啦、教學啦、研究、醫診等等呢，係達到45年之久嘅。咁喺1994年呢，2002年去到，咁大娃醫生呢曾經擔任藏醫院藥物研究所嘅主任啦。2003年喺印度嘅藏醫醫院嘅主任啦。2004年呢係擔任呢個藏醫院長。咁喺2006年至到而家呢，亦都係法王卡瑪巴嘅醫師嚟嘅。喺2011年退休，擔任藏醫院高級顧問。喺2016年擔任印度八胖子智慧林藏醫學院訪問教授，經常咧參加國際藏醫學術會議，並任主要嘅來賓，並都參加過好多國際傳統醫學嘅演講會，為咗醫診、教學、研究、展覽同埋學術交流，多次走訪美國、加拿大、香港、台灣、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等等歐洲14個國家，亦都編寫出版咗藏醫好多嘅書籍嘅。好啦，咁而家我哋有請大娃醫生佢自己教我哋一啲藏醫嘅養生嘅概念。有請大娃醫生為我們介紹藏醫有什麼養生的概念。請。好，謝謝，大家好。首先呢，我很榮幸能夠藏醫的一些養生的概念想分享給大家。在藏醫養生的概念方面，那我們根據這個四補一點的敘述來講，那為什麼要講養生的重要性？那四補一點的第一步裡面有講到。Mina wa nevar deba tang nawa soar deba kansaki soar gwe mengan laba chawu. Tsering war deba kansaki soar gwe mengan laba chawu. 这里面在讲什么呢？在讲，如果说就是要健康，或者是有病要治疗的话，要学养生。第二段再說什麼呢？你如果需要長壽的話，也要學養生。那第三段再說什麼呢？你需要成就這個在學佛方面需要成就的話，也要學養生。你需要財富的話，也要學養生。你需要安樂的話，也需要學養生。所以這個就是在四補一點的第一步裡面明確的講到。可是在這個藏醫的醫書裡面，整個裡面他在講這個養生的時候，那最主要的有幾個部分。那第一個部分呢，比方說養生，這裡面包括肉體和心靈，所以人的肉體跟心靈是離不開的，所以說起養生的時候，不單單是肉體怎麼樣去保護，最主要的是在藏醫裡面講心理養生，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說起這個肉體上的怎麼樣去保持健康，那這裡四補一點裡面有講到
饮食起居。饮食方面有三个章节，起居方面有3个章节，所以这些里面都是讲到平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然后要吃多少，按照这个一天的时间，还有按照四季的变化，怎么样去饮用，这些都有讲得非常非常细。那起居方面呢，它主要是讲身口意，也是身语意。那身体方面怎么样去保持就是运动啦，在讲这个。那言语方面呢，怎么样去不单单是你讲多少，讲少多少的，不是多少的意思。那你讲的言语的质量好坏，然后呢，意方面，那这是最难的一个东西。所以呢，怎么样去平衡这些状况？所以藏医艺术里面讲得非常非常清楚。那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说起平衡的时候，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内容。比方说，从这个藏有4部义典里面，我们人体形成的时候，它具备着3个不同的条件。第一个2个条件是什么呢？父精液、母血液，也就是现代医学讲的精子和卵子。那还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5元素的能量。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讲的就是灵魂。如果说你没有这个缘分，那2夫妻有些是很多有这样的 case， 比方说结婚很多年，那做西医检查男女都没有问题，都很健康，可是始终没有生不了小孩，怀不了。什么原因呢？这个藏医里面讲的就是缘分的问题，说的缘分就是这个生命，你跟这个生命和这2个夫妻有没有缘分？如果有缘分的话，他会有这个机会能够投入到你的母胎里面。所以这些都是在藏医的那个胚胎学里面讲得非常非常清楚。还有一个重要的是什么呢？那一旦形成这个胎，就是怀孕之后，那也是要靠什么呢？也是要靠5元素的功能。说起5元素的功能，那5元素是什么呢？5元素讲的就是土、水、火、风、空，是藏传佛教里面讲的都是一样的。有时候讲4大，有时候讲5大。那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一旦就是怀孕之后，就是母胎里面这个胎儿要发育，那发育主要是靠什么呢？主要是靠营养。这个营养是从妈妈这边来的。那妈妈的营养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吃的东西。那吃的东西里面有什么东西呢？那我们讲的就是不同的元素，5元素。那这里面也是讲的6个不同的味道，甜酸苦辣咸等等。那这些呢，我们身体里面都是需要的。那这个时候你怀孕之后呢，那这个将来这个生出来的小孩健康与不健康，不单单是你的营养具备，而且是在心理方面，那这个孕妇是非常非常重要。这里面讲到，那发育的时候，就是胎儿需要的营养时候，始终那怀孕的女性呢，她平时不愿意吃的东西，始终怀孕之后就是很想吃，而且吃的量就更多，偏食，这些都是不正常的状态。之所以呢，医生就是建议说，
多样性。那即使是有时候就是觉得很想吃的东西，这个不是他本身的欲望，是胎儿的欲望。所以呢，有时候就是可以吃，但是呢，就是要混着吃，不可以偏食。所以多样化的话，那这个胎儿吸收的营养就是比较多样化。他的血液里面已经有这些成分的时候，那生下来之后呢，就是比较健康，而且吃什么东西都不会有这种过敏性的状态，就比较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讲的心理方面，一定要很健康的。如果说现在跟以前很早期不一样的，现在的很多小孩生出来之后有这些多动症啦、自闭症啦，很小就有。为什么呢？其实呢，这些小孩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杂念，因为刚出生，没有任何杂念，像一个天空一样，蓝天一样，没有任何云彩，就是很清朗的一种概念。可是呢，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态，突然间有这种多动症啦、自闭症啦，或者是有一些狂妄的这种状态？这个基本上都是在于他在胎里面的时候，在母胎里面的时候，因为这个孕妇曾经遭受过这样的一些状态，比方说就是因为心理的关系不开心啦，或者遇到什么麻烦，然后就是甚至比较严重的时候有自杀的概念啦，等等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胎儿。所以呢，就是这些生出来之后，突然间有这种意念，这些都是在母胎的时候影响的一些状况。之所以呢，就是一旦有了这个怀胎之后，所以说刚才讲的饮食方面是很重要，特别是起居意方面，一定要心一定要静平，要开心放松，这样的话生下来的小孩也自然的他的这种性格都会温和比较好。因为刚才讲的这里面就是说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讲的就是那个灵魂。为什么说灵魂？这个其他医学里面不讲的，这个生命，那藏医和藏传佛教里面都承认这一点。因为什么呢？生命是不死的，我们肉体死，人死了之后，这个肉体只是换了另外一个肉体罢了，就生命永远存在的。之所以呢，我们有这种轮回的概念，我们都是轮回过来的。所以说呢，就是这种概念呢，基本上就是其他医学，特别是西医方面，都是以前是不讲的，现在呢，逐渐的在研究这些状况。之所以呢，就是不同的灵魂来的。比方说，同一个父母生下来3个小孩，按理来讲，他们的种子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性格都不一样，他们的身材也不一样，都不一样的。为什么呢？他们来自不同的生命，可是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生命，可是呢，跟这个父母有缘分。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说这个小孩生了之后，我们家庭状况就好了很多。这个小孩生了之后呢，就有这样说法嘛，是不是？来讨债的一定要还债的，有这样的说法。其实这些都是民间的一些说法，其实是现实上都是存在的一些东西了。OK， 然后在养生的时候，就是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是怎么来的。然后这里面存在的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呢？5元素。5元素是很重要。5元素呢，在讲外界的5元素和所有生命的，就是包括这些生物，都是由5元素的功能而形成的。这个是在这个《神论金刚》里面也这样讲到，《大藏经》里面也有这样讲。
藏医里面也是讲这个。如果不具备这些5元素的话，那不可能形成任何东西。之所以呢，就是在藏医的最后的概论里面是怎么说的呢？就是人生出来的时候，就是产生的时候需要具备这个5元素的能量。那胎儿发育呢，也是需要这个外界5元素的功能来补助它的发育。那病情是怎么来的呢？5元素不平衡而导致的疾病。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平时吃的东西里面都有具备5元素的能量存在。那这些具体来讲，比方说我们吃的东西里面藏医里面包括有6个不同的味道：甜、酸、苦、辣、咸、涩，6个不同的味道。那这些呢，都是在我们身体里面都是需要的一些东西。可是呢，这需要的这些东西，那具体来讲，这些6味跟5元素有什么样的关联？基本上，比方说我们说一个苹果，它苹果里面，那它具备的有甜味又有酸，对吧？那甜酸这2个是它本身的一个东西的原有的一个东西，种子也好，怎么也好。可是没有5元素的功能，它是没有办法生长，没有办法把这些营养聚在里面。之所以呢，甜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土和水的元素就比较高，土和水的元素比较高。土和水的元素是什么呢？是寒性的、凉性的。那酸的里面呢，一般情况下就是火元素的成分比较高。然后咸的里面也是水元素的元素比较高。那这个风里面元素也是比较高，那个寒和凉的元素比较高。所以呢，很多都是偏向于这个。可是风呢，一般情况下，它的基本的这个本质呢是不稳定性的。不稳定性，为什么说不稳定性呢？热的时候它就靠近热，更热；冷的时候它靠近冷，更冷。类似像这样，所以我们在季节讲的话，春夏秋冬为什么有春夏秋冬？冬天寒冷，一风吹过来就更冷；夏天很热，吹来的风也都是热的，所以呢就觉得更热。这是一个表面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了。但是呢，就是在我们日常吃的东西里面都具备这些5元素。那这些5元素在我们人的身体里面都是有一个平衡度，它都是有一个平衡的状态。像现在西医讲的一样，数据一样的，藏医也有讲它的亮度，就是亮度在平衡的状态下，这5元素呢各自做各自的运作，谁也不侵犯谁。因为举个例子 ，OK， 一个机构里面一个老板下面有5个员工 ，OK， 那你对这些员工他们做的事情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你对他们的状况发的这个怎么说呢？薪水如果是一样的话，那基本上都是比较平衡的。可是呢，你就不看他们的做的工作，就是看人去，你把提升了一些薪水的话，那其他可能会不高兴。因为什么呢？我们做的都是一样，你为什么跟他提？为什么不提我们呢？跟这个一模一样，5元素也是这样。你吃的东西不平衡的时候，导致这些5元素不平衡。那不平衡的时候呢，它就互相有一些侵犯的状态。比方说，水和火这2个是相生相克的。水比较强大的时候，火就容易灭。那火强大的时候，水就可以
烧干，所以这就是相生相克的一些东西。之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保持这个五元素平衡的话，一定要把这个吃的东西一定要平衡。那刚才讲的6个味道，甜酸苦辣咸，那这是我们平时都在吃。可是呢，怎么样去吃它，这个很有讲究的。那这个呢，是首先你要明白你是什么样的自然体质。那自然体质呢，是你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那怎么也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自然的体质也是跟五元素有很大的关联。那自然的体质在藏医里面有7种不同的自然体质，7种不同的自然体质，它概括起来讲3个单型的，然后3种双型的混合性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3种混合型的，这样就是形成7种。那什么是混合型呢？比方说，那这些也是我刚才讲了，跟五元素有关联。那藏理里面讲3因，3因是什么？因是什么呢？因素的意思。我们在佛教里面讲因果，那为什么说3因？我们生下来就有这个3因。3因我们藏文叫龙七八撇根。那这个呢，翻译成其他语言的话，基本上它的理解状态就完全就变化，所以我每次都讲龙七八撇根。那龙是什么呢？我刚才讲了，龙之气，龙跟气或者是风有关系的。那七八是之火，七八跟火是有关联的。那撇根是撇是土的意思，根是水的意思，土和水是这2个是完全都是在一起的，所以把这个概括在3个龙七八撇根里面。所以单行的龙人，单行的七八人，单行的撇根人，那3种单行的。那单行的龙人他有什么特征呢？我们要懂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OK， 单行的龙的特征是基本上他的身高呢比较矮小，皮肤比较暗淡干燥，然后呢情绪方面比较波动比较大，有时候容易开心一会儿开心一会儿不开心。 OK， 话比较多，然后呢就是因为是跟气有关系，跟龙有关系，有点不稳定性，坐不住到处跑来回走动，不单是肉体走动，精神方面也是，现在在想着又在想那个想这样，就是来回跑，这就是龙型的特征。 OK， 那七八型的特征是什么呢？七八型的特征，它是基本上它的身高比龙高一点点，中等性的。那它呢就是因为之火，跟火元素有关系，所以呢生下来就是怕热的人，老是小时候就出很多汗。 OK， 然后呢就是怕热经常就是，然后呢因为怕热他出的汗多，因为出的汗多他身体也是比较有味道有臭，这个汗味就比较大。然后呢他的个性方面 OK 比较胆量比较大，然后就是比较有自信，也比较有傲慢感，然后就是他的皮肤偏黄，头发也是偏黄的，这就是七八型。那第3个撇根型，撇根型是什么样呢？撇根型一般情况下他的身高是比较高，然后呢体重比较多一点，然后呢皮肤比较白，而且皮肤比较白又嫩，因为什么呢？它是土和水的元素，它这个元素呢就是水分比较多身体里面，所以呢它的个性呢也是比较温和比较有耐饥饿，耐这个任何
外界心理上的这些困扰。不过一旦这个怎么说呢？发脾气也是当然了，他也会发脾气，可是相对来讲比较小一点。然后呢，就是他的记忆力呢是比较好，记忆力比较好。相对来讲，这个聋的记忆力比较差。聋的记忆力呢，他学得快，忘得快。那七八呢，学得快，也忘得也不是很快的，一般般。那培根呢，就是学得比较慢，一学起来他就记得很清楚的这种个性。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3种单型的这个自然体质。OK， 所以呢，然后呢就是第二个就是3个单型的，然后呢，聋跟七八混合型，聋跟培根混合型，然后七八跟培根混合型，这样呢形成另外3种自然体质。那这3种里面呢，最后的这个七八跟培根混合型是最好的，然后呢就是中间的这个是稍微差一点。那聋跟七八混合是稍微更这3种里面是比较差一点。那最后呢就是聋七八培根3种混合性的，这个是在藏医里面上讲是最好的。因为什么呢？它具备所有的这些好的方面，当然有反面的不好的方面。可是一旦有不好的方面，比方说感觉上快要发脾气的时候，因为培根它会静下来，慢慢缓下来。那刚才我讲的聋跟七八，那聋是不稳定性的，刚才已经讲了。七八呢是火元素，那一发脾气，这个是很厉害的，治都治不住的。这个就是七八型。所以我们这里面讲的就是3种混合型是最好的，2种混合型是中等，那单型的呢就是稍微差一点。单型里面也是培根好一点，七八差一点，聋型呢就是弱一点。那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一个概念，自己是什么样型的。基本上我们在人群当中很少有这种单型的，不是很多，基本上很多都是2种混合型的比较多，也有这个3种混合型的。那3种混合型的比较健康，因为什么呢？它自身的身体里面这些元素都是比较互相可以缓解，所以呢很少生病的，吃什么东西都能够接受，身体能够接受，因为它有这样的功能存在。之所以呢它就比较健康，而且命也就比较长寿了。所以说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OK， 一旦你弄清楚你是什么样型的，然后我们要去选择食物吃的东西。那吃的东西呢，刚才已经讲了 OK， 甜酸苦辣咸这个6个味道。那比方说你是怕热的人，那不能，刚才已经说了，不能吃太多酸的东西、辣的东西、酒、肉等等，这些都是比较有热性的能量比较多的东西，就不可以吃太多。你要反过来就去吃比较温的、寒一点的，因为你本身的自然体质是热的，所以都是要针对性的去平衡。那怕冷的人同样是这样，都要吃一些温度方面就是热的、温的。那性方面就是说热性的、温性的食物要去选择。这样的话就是能够调节，不然你不懂这个时候，你一再吃一些错误的一些选择去吃一些东西的时候，而且习惯性的 OK， 在香港我都觉得香港有一个问题，就是香港人很多人都是比较偏食的，而且呢有些呢不太讲究吃食物，
吃东西。然后呢，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说，一边你吃热的东西、油腻的东西，另一边呢，你喝的水是冰的，而且里面还加冰，这样去喝，这个完全是逆着做的。因为什么呢？在这个方面，我们在讲胃，在藏医里面讲的这个胃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么讲呢？整个身体它的体质需要强壮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胃。那胃这里面我们讲3种不同的胃火，也是跟刚才讲的 Lung Chipa Pagan 是有关系的。那胃火，我们藏语里面叫 Metta， 就是讲的就是胃火，也是能量，一个热能的意思。那这个胃火好的时候呢，你吃什么东西容易消化，而且消化的很好。那消化的很好的时候，那第一个食物的精华，就是现代语言来讲就是营养，吸收的这个营养也是容易吸收，而且吸收的营养是比较干净的。OK， 如果说你的胃不好，就是胃寒，火灭掉之后呢，就形成了胃寒，寒了之后呢，那不容易消化，而且吸收的也不干净。因为什么呢？没有消化的很好，那吸收的呢当然是不干净了。那吸收的营养不干净的时候，那造成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食物的精华第一个转化为血液。那你这个血液干净不干净，在于你吸收的营养干净不干净。你吸收的营养不干净的话，你的血液是不干净的。那血不干净的时候，那很多毛病都是从这里开始。之所以呢，藏医里面讲百病起消化不良，所以呢，消化系统是跟这个肠胃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怎么样去保护这个胃火？刚才讲了，就是即使是夏天，最好就是不能吃冰冻冷冻的，不能喝冰的。因为什么呢？这是逆着做的。夏天哪有冰？没有冰啊，都是人工造的。人工造的好吗？感觉上是很好，可是我们这是迷惑了。因为什么呢？这是完全是违背大自然。为什么这么说？有时候我说的感觉上有点严重，其实不是这样，真的是违背大自然。因为什么呢？我们人和所有的生物、所有的动物，一切都是在这个大自然里面生存。那这个大自然恩赐给我们的东西呢，这是正常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要接受这个。以前古时候没有冰箱，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夏天是热，是啊，可是喝的水是什么呢？喝的水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normal water， 就是室温，对，室温的，最冷也是室温，没有这个更冰冷的，这就是正常。可是呢，你喝了这个冰之后，为什么夏天这么说？夏天天气热，夏天天气寒热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就是5元素里面的外界5元素里面的火的元素是增高的时候，之所以热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所有我们身体的毛孔都会自然张开，张开之后，我们身体里面的很多热能就是往外跑。所以呢，这个时候当然了，你需要一些水分，增加水分。增加这个水分呢，为什么要增加水分？也是起一个排毒的作用。因为什么呢？我们的毛孔，藏医里面讲有3种不同的排泄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大便、小便，然后第3个就是汗，身体里面的汗。那大便、小便这些东西，大便呢就是从消化系统排出去的毒素，那尿呢是在泌尿系统里面排出的毒素。
那汗是什么呢？在藏医讲，肉、骨骼等等等等这些里面的毒素只能从毛孔排出来，因为什么我们有毛孔？它的功能就是这个。所以呢，夏天在热的时候，我们身体必须要出汗的，不能躲在冷气下太久。因为什么呢？你躲在冷气下就发冷，冷了之后呢，它自然就会避开这个毛孔，避开毛孔之后呢，你的毒素排不出来，所以呢，这些毒素延续在你体内。这个延续的体内的这个毒素，比消化系统和泌尿系统还要严重。因为什么呢？都是在血液、肉、骨骼里面的毒素，那你这个排不出来就很麻烦。因为什么呢？现在我们吃的食物当中也是不是很健康。因为什么呢？有很多这种太多现在不是天然的东西，各种不同的一些化学成分啦，等等等等，反正你种菜也好，种什么，甚至养这些动物也都是用一些化学的东西去，都是为了做生意快点长出来，快点养大一点，然后打针啦，就给他们吃一些激素啦，等等等等这些。所以呢，所有这些动物和蔬菜里面都有这些成分，所以这些毒素我们已经吃进去了。如果你吃进去之后呢，我刚才已经讲了，在血液里面混的这些都是必须要从毛孔排出来。之所以呢，夏天一定要出汗的，这是大自然的规律。OK， 如果不是这样，你延续在体内的时候，那麻烦就比较多出现很多状况。第一个就是比较明显的，最初期的状况就是皮肤的状况。皮肤痒了，就是因为什么呢？你的毒素过多之后，凡是要排出来，排的地方呢只是毛孔。那毛孔呢，你长期就是躲在冷气下面，就是它已经闭了。那它的门闭了之后，那后面冲进来的东西还是有，所以呢，有时候就是为什么我们出现很多这个痘痘啦，这些皮肤的状况，就是这个问题，因为阻塞了嘛。可是阻塞了也是它只能从这里冒出来，所以就出现这样的状况。那皮肤的状况也是这样，在香港很多有这种状况，因为什么呢？不单单是毒素，特别是这个我们吃的东西里面酸性是很不好的一个东西。其实我们要讲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六股味道。六股味道里面，酸性是我们身体里面需要，可是我们要理解什么是酸。酸，当然你吃的时候，这个味道你知道这是酸的。有些东西呢是你吃的时候是甜的，或者是咸的，或者是其他味道，可是到了胃里面消化之后，它就会变酸，所以这个很多人都不懂。之所以这个是在医学里面，藏医医书里面讲的三化味。三化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胃里面消化6个味道，消化之后变成3种不同的味道。之所以呢，甜的东西，有些甜的东西我们吃下去之后，它会变酸。很多豆类，很多这种菇类也好这些都是肉类，过多之后消化之后它会变酸，所以刻意的去吃很多酸的东西，这样的话你的酸性就更多了，酸性就更多。之所以呢，我们吃东西都是要讲究这个刚才讲的，你明白你的自然体质是什么，然后就要选择这些不同的一些味道的性能是什么。这个我们现在在网上都可以学到什么是酸性的，什么是寒的，什么是热的，你一打它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学到这些之后 OK， 你一旦你身体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你自行就可以去调理怎么样去调理。你要看我刚才讲的这些 OK 自然体质是什么，然后呢 OK 不是100%的跟一模一样，可是呢基本上80%、70%倾向于这个，那可以说你是这种自然的体质。
OK， 那选择的食物呢？我刚才讲了，选择的食物不能偏多样性，而且要顺着大自然走。顺着大自然走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季节有什么东西，这就是大自然恩赐的东西。那比较难的现实的状况是什么呢？在香港超市里面，一年四季都是同样的东西，没有什么变化。超市里面什么都有，可是这个不是本地的东西，都是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来的东西。所以你不懂这些食物的热性、寒性、温性，不懂的话，你不该吃的冬天也在吃，你不该吃的夏天也在吃，这样的话，您一下就身体出现状况。身体出现状况是什么呢？刚才讲的5元素不平衡，之所以导致龙七八平衡不平衡，然后就是7大物质不平衡，所以导致很多毛病。OK， 所以呢，这个就是很关键的，就是说我们选择吃的东西，懂了这个之后呢，也要看一天的时间的变化。比方说早上、中午、晚上，那现在比较简单，我们手机里面就可以看到 OK， 今天是什么天气，温度有多少，我们都在看。OK， 这样的话，我们就按照天气的变化，那按照你自己的自然体质。OK， 比方说我是培根型的人这样的话就是今天天气冷，那你更加要注意，因为什么呢？天气冷是什么原因呢？土和水的外界的土和水的元素增高之后就是变冷，火的元素自然就降低，因为都是相生相克的东西。之所以呢，你就按照这样。那正常的状态下，天气很好的话，那早上是凉快。为什么凉快呢？早上凉快的原因是早上呢，土和水的元素增生的时候，之所以凉快。那出了太阳之后，慢慢火的元素增生，相对的就是土和水的元素慢慢降低，那到了中午就热了，是不是？这就是火多元素很增高的时候。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OK， 慢慢土和水的元素又增生，火的元素呢慢慢降低的时候，这两个混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温，比较温，这时候晚上就开始温起来了，对吧？那半夜的时候又开始土和水的元素增生，所以24个小时里面，白天黑夜都是这么来的，这就是5元素的运作。这个5元素的运作呢，直接影响到我们人的身体，不单单是人的身体，所有的生物，所有的动物。很明显的，比方说有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可是可以闻得到的东西。有些花为什么晚上就香啦？有些花为什么有那个月亮的时候它才开啦？这不是外界的影响吗？之所以说人呢，基本上就是很早期的时候，我们的器官都是比较敏感的。之所以古人造出了的这些古书里面，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智慧才能够变出这么精彩的这些东西？因为那个时候跟大自然接触的很近，不像现代的这种，而且跟大自然接触的很密切的时候，你能够感受，身体能够感受到所有的东西，跟现在的动物一样。现在的人呢，人的这种感觉越来越迟钝了。可是呢，动物的感觉呢还是存在的。那动物里面我们也可以分2种，比方说野生动物。野生动物为什么这么健康呢？它们是顺着这个大自然走的。之所以呢，基本上他们也不需要医生，对吧？他们也不需要这个兽医。那我们人养的宠物呢，又需要兽医，是不是？狗猫这些都需要跟人一样，又要看医生啦，又要打针啦，又要甚至要动手术啦。他们不应该有这些疾病，因为宠物呢，我们自己宠坏了，把这些动物也宠坏了。因为什么呢？天黑了，基本上这些动物都去睡觉，它不会在这里。
可是我们人呢太聪明了，就是有很多灯啦 ，OK， 白天黑夜都分不清楚。然后呢，看电视看得很晚，你自己看电视，而且这些狗猫都在动，不让它们睡觉，所以这个会怎么样呢？24个小时里面，跟我们的五脏六腑是直接有相关的，所以这些五脏六腑的运作，那是跟这个时间是有很大的关联。所以呢，就是排毒运作的时间，我们去逆着做的时候，等于就是我们妨碍他们的正常运行。之所以呢，时间久了之后有这种状况，所以香港很多人都是这样，因为工作压力大，然后呢，吃的东西呢又是不健康，然后作息呢又是不正常。说起作息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起居。那说起作息，也是跟这个养生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刚才讲的，我们的五脏六腑跟时间是相关的。之所以呢，比方说 OK 11点到1点之间一定要睡觉。为什么这么说呢？是肝脏排毒的，跟中医讲的一样，藏医也讲这些。那你这个时候还没有睡觉，甚至没有睡觉，而且呢，正是吃一些不利的东西，喝一些不利的东西，喝酒啦 ，OK， 直接影响到肝，它肝脏排毒不但是没有机会排毒，而且更毒了。之所以喝酒的人为什么伤肝，这个原因。OK， 所以呢，时间跟我们这个身体是很有那个关联。那晚上你睡觉 ，OK， 第二天早上你起床的时候，6至7点中间就是肠胃排毒的时间，那个时候一定要这些不干净的东西要排出来的。可是很多人因为你的作息乱了，之所以五脏六腑的功能也就乱了，之所以排不出来。香港很多人有这种状况，就是便秘。便秘的状况一般情况下自行可以不用吃药，自行可以调理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调理好你的作息，就是一定要早睡。以前古人的话，天黑了就会睡的。OK， 不单单是古人，现在很偏僻的地方就是印度也好，西藏也好，很多偏僻的地方，天黑了他们就睡觉，他们不会那个，而且他们睡觉当做一个享受要睡觉了，很开心就睡觉。那现在的人不是现在的人睡不着，睡不着的原因是什么呢 ？OK， 工作压力太大，想的太多 ，OK， 思考的太多，计划的太多。然后就是担心的太多，之所以造成这种压力，各种不同的压力，那这种压力呢，就是直接影响到你的心。那说起心，我刚才讲的 OK， 那对了，就是那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吃的东西 ？OK， 早上凉快的时候，我们不能吃冰冻冷冻的。而且不能吃生的东西 ，OK， 这样的话，就是土和水元素增生的时候，你吃这些东西的话，更冷更寒，身体里面 ，OK， 那习惯性的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胃火就越来越差。那夏天用这些冰冻冷冻的寒的东西过多的时候，你的胃火基本上都差不多弱了之后呢，到了冬天的时候，你就身体就热不起来，你本身的这个火就很小了，很差。之所以你身体热不起来，那你的手脚容易冰冷 ，OK， 怎么搓也就热不了。烤火 OK， 一会儿热一点，然后当会儿出去之后又冷了，因为什么呢？这就是你本身的胃火灭掉了。等于就是胃寒
寒了。之所以呢，我们要提升我刚才讲的提升这个胃火，提升胃火的方法，当然严重的时候必须要用药去调理一段时间。那平时你不单单是吃药，而且呢，就是吃的东西方面，刚才讲的生的、寒的、冷冻的、冰冻的，这些都要避开。有些人就是已经胃比较寒、怕冷的人，看见这些冰冻冷冻的就已经不想吃了，没有这种胃口，这身体已经告诉过你了，因为达到这种程度了。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呢，就是有欲望，人的欲望，也就是贪嗔痴了。这种欲望呢，看见这个好像感觉挺好的，颜色挺好，闻起来也挺香的，你就忍不住就吃了。这些都会跟这个贪念是有很大的关系。之所以呢，就是说早上呢尽量的要吃温的、热性的，但是我刚才讲的这种7、8型的人的话，选择性的，可是不要冰冻的，凉性的、温性的都可以。早上，那中午的话，基本上要天气比较热了，怕热的人呢，就是可以吃一些生菜啦，就是沙拉啦，还有一些就是室温的一些食物都 OK， 没有问题的。还有它的性能，温的还是寒的一些东西都没有问题。那怕冷的人呢，到了中午之后也不能吃冰冻冷冻，也不能吃些寒的东西，温热的东西，特别是吃了一些比较油腻的东西之后，要喝一些热茶或者是热开水。那最好，如果你觉得有点太油腻的时候，要喝些柠檬水，热柠檬水。那柠檬呢，它能够把这些很多油脂排的比较快一些。那柠檬是不是酸的呢？我们吃起来好像说酸，可是柠檬有2种嘛，一种是黄色的，一种是那种青柠。那一般我建议呢，基本上就是那个青柠是比较好。可是怎么样吃呢？青柠呢，就是你这些柠檬，我们刚才我讲了，消化之后它会变碱性，吃的时候酸的，可是消化之后它会变碱性。那这个碱性有什么特点呢？你身体里面的酸性它会平衡，所以有这个特点。所以说我们身体里面油脂过多啦，脂肪过多啦，特别是血脂多啦，胆固醇高啦，这些都可以用这个柠檬。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能够清血，有清血的功能，而且也有减肥的功能。那减肥呢，你就是有一个青柠，再加上一点蜜糖，蜜糖就蜂蜜，蜂蜜的话必须要纯蜂蜜，不是加糖的那种，纯蜂蜜加一小勺就 OK 了。那这个一般在早上你空腹的时候喝。如果是胃寒的人，你就可以加姜就是2片新鲜的姜，把它剁得丝丝的，然后半个青柠，把它切成3片薄薄的 ，OK， 然后呢就用开水，不用煮，用开水，然后就是温的时候你再加一点点蜜糖，就这样喝。喝完之后你可以再加水，可以这样喝。这个呢就是胃寒的人也好，基本上都 OK， 而且它有一个清肠胃啦，还有这个提升胃火，还有肾脏的功能也会有帮助提升。那清血有这样的一些作用，这是我们平常可以吃的东西。可是呢，平时没有吃过姜的人，比方说 OK， 我刚才讲的手脚冰冷、胃寒的人，有些呢就是时间久了之后，那医生叫你吃姜的时候，过量，马上又上火，所以这个也是问题。那怎么样去用姜呢 ？OK， 最初你用姜的时候，少量的，
而且呢，第一周隔2天喝一次，第2周你觉得没有燥热的感觉，你再加，慢慢加。就这个就是一般情况下在藏医里面讲，20天到40天之内要怎么说呢？就是要身体接收和适应。那适应之后就没问题了，所以就这样去用。那不该吃的东西也是不要马上像一刀把它切开一样，就是慢慢停。因为什么呢？你长期吃了这些东西之后，医生说不要吃了，这个要戒掉的时候，就马上戒掉，这也是有时候导致一些不平衡身体里面，因为它不习惯，身体不习惯。身体不习惯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藏医里面讲很多这个不同的气，具体来讲就是讲80种不同的气。大藏经里面也讲80种不同的气，而且会讲就是细胞，天生的细胞有8万种，这些大藏经里面都有讲，所以比现在的科学还早很多。那个时候科学这个显微镜还没有那个发明，那个时候就大藏经里面已经讲到这些，所以呢，这些都会影响到这些细胞和这些气。之所以呢，在身体里面就是容易乱掉。OK， 那到了晚上的时候 ，OK， 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吃的东西基本上要吃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东西，不能吃太油的东西，不能吃过寒的东西，不能吃太多的肉类 ，OK， 菇类，这些都是还有豆类，不太容易消化的。而且呢，晚上的时候就是吃东西不能太晚，也尽量的早点吃。如果你觉得晚的话，不能过量，吃一点就好了。一般情况下，我们正常的就是健康的人呢，就是饱之7分饱。藏医也是这样讲。藏医是怎么讲的呢？我们要把胃分成4部，2部是食物，1部是液体，这里面包括汤水、茶水等等。那1部必须要留空的，这个是为了弄气，它要运作。你塞得满满的时候，胃的压力比较大，不容易吸收，不容易消化。那这个会造成什么呢？造成胃里面增加很多黏膜，就是那个胃酸。增加太多胃酸的时候，这个就是很不好的东西，它会阻塞很多穴道。阻塞穴道之后，吸收的营养都受影响。之所以呢，就是晚上吃东西就是要保持这样的状态。如果是年老体弱有病的人呢，晚上呢尽量的5分饱、4分饱，根据状况。有些呢就是多吃少餐，对，有这样的说法。可是这个在藏医里面不太建议的，因为什么呢？人的消化它需要一段时间。那我们一般人呢，就是三餐嘛，一天3餐。可是香港就不一样了，香港有时候就是这个喝茶。这个喝茶呢，就是我第一次来香港的时候，去喝茶，我以为就是喝茶。一到那里不是喝茶，是在吃一餐。早上对，也是下午3点之后。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什么呢？藏医就这个就比较4部一点里面讲，这个是很影响这个你的消化功能和吸收功能。因为什么呢？阿妈们起码所谓一点点那么给排根肠内容，有这样一句词
就是说啱啱麻醉，就是说啱啱没修，就是说你先吃的东西还没有消化好，然后你再加上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然后这个就是混在一起了。混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更麻烦，这个胃就它承受不了，承受不了呢，到了点它可能要往下推了，往下推的时候呢，到了肠里面吸收这些营养的时候，那你吸收就是不干净了，就是有问题，所以呢，就是半生不熟的感觉，对啊，而且呢，我们吃东西的话，我们选择一些蔬菜的时候，就是有些蔬菜是可以生吃的，而且可以生吃，又可以炒着吃，又可以炖着吃的，这种那半生不熟都没有太大的问题。有些蔬菜是不可以生吃的，只能要煮着吃、炒着吃，这样的话一定要煮熟、要炒熟的。半生不熟的话，就是直接影响到这个胃的功能、消化功能。所以现在香港我都感觉到，就是中午的时候大家都很忙，只有1个小时，然后炒的菜一般那些蔬菜吃素的人炒出来的东西都是生的，所以那些生里面，特别是青瓜、青椒，我讲一些广东话，然后就是许栽、番薯，这些如果不熟的话，非常非常寒，直接影响到你的肠胃，不单单是影响你的肠胃，而且会影响到你的肾。如果肾虚的人，非常不好。OK， 那到了晚上的时候，量就这么多，而且到了晚上不能喝太浓的茶，而且呢，不要9点之后就不能喝过多的水分，还有瓜类之类的，因为水分过多之后就是会负担这个肾脏的功能，然后就是有时候就是第2天你觉得身体很重啦，然后甚至有时候就是眼皮肿啦，那个腿也肿啦，这些状况，有时候就说水肿。OK， 这些状况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过了9点之后就不要过多的喝这些，而且就是睡眠不好的人、有状况的人、工作压力大的人，这样的状况下呢，基本上不能过多的吃一些苦的东西，包括这些苦瓜啦，还有咖啡、浓咖啡啦、浓茶啦，因为苦的东西它会增生这个弄气，就更旺。所以香港很多人就是习惯性的，你晚上呢就睡得很晚，在玩手机啦、看电视啦 ，OK， 然后呢就是睡眠不足，睡得很短。第2天早上你要起床，因为要去工作，然后呢很不精神，觉得很累 ，OK， 喝一个浓咖啡，提起精神，恶性循环，这就叫恶性循环。因为咖啡有这个功能，那气旺盛之后人就坐不住。刚才我讲了，就是自然体质弄的自然体质坐不住的原因就是这样，它飘来飘去，脑子也是飘来飘去的。之所以呢，到了晚上之后就睡不着，很难入睡，所以呢要避开这些，尽量的要少喝然后呢就是你要调整你的作息之后，这些慢慢会缓过来，慢慢会。习惯是自己养的，好的习惯也可以养出来，不好的习惯也是很容易就养出来。之所以呢，好的习惯是不太容易养出来说的简单，做不到，都这么说。之所以呢，因为难，之所以我们要克服，我们要学的，不然的话就是永远会改变不了你自身的这个状态。然后我刚才第一次的时候讲了，如果你想有学佛有成就的话，你的身体要健康。如果你要有很多财富要富有的话，你要健康的身体。你要
要有好的学历的话，也需要一个好的身体。如果没有好的身体呢，影响到你的学历，方方面面都会影响，是一个障碍。OK， 所以呢，最后就说每多少年米测定掉了，就是说每多少年米的就是你如果没有病健康的话，那你的命也会长，命长了，刚才所说的这些都具备了，所以呢，我们就不能有过多的压力。刚才我讲的基本上都是在吃的东西方面，那我们在讲起居方面，比较简单的一些讲的话，就是很多人因为压力很多人都说有这个忧郁症啦、抑郁症，对吧？自闭症，这个症那个症，跟精神有状况的都挺多的。现在这种时代是西方国家什么地方都是比较多，因为呢压力太大，不单是外界的压力，自身的这个压力也是挺大的。所以外界的压力有时候我们能够避开，有时候不能避开的。因为什么呢？都是依赖性、依靠性的，你不依靠也不行只能这样。那内在的一些压力呢，是自己造成，大部分都是自己造成的。因为什么呢？想得过多，计划过多，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能不能成就这些你的想法？很难讲，很难讲的。因为什么呢？没有真正的理解生命，没有真正的理解无常这两个字。无常，好的事情也是无常，不好的事情也是无常。昨天觉得他很开心，今天为什么他不开心？好像更怒了，更不开心，更痛苦。这就是无常。没有一个说永远的。当然我们字典里面可以查出这个永远这两个字，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也会用这种永远这两个字，可是呢真正在生活当中现实里面有没有永远这个字是没有。因为什么呢？无常这两个字是存在的。之所以呢，就是说在意义方面，我们有压力的时候，我刚才讲的内在的压力很多都是自己造成的，不该想的再去想，然后不该计划的再计划。因为什么呢？你的时间够吗？时间不够，你连睡眠的时间都不足，你还有时间去计划这么多东西吗？所以呢，我们要想清楚，有些计划是可以实现的，有些计划呢不一定实现的。可是你要实现不实现，这些都是我讲的刚才无常的状态。可是呢，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很困扰，很不开心。那这也是我们自己的心往里面看的时候，很多都是跟自己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个佛陀也是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嘛。那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心。为什么这么说？那佛陀也救不了你，佛陀救不了你。可是呢，佛陀说自己救自己，那佛陀教你怎么样去自己救自己。那这个就是跟我们平时讲的跟意是有很大的关系。怎么样去把你的心要放在一个平常心，怎么样去把你的心静下来。那这个是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没关系啦，不用担心啦，不要想那么多啦。信教不信教都会说，可是很多人都不懂这个方法，找不到这个根源在哪里。所以在我们藏医医书里面讲到，就是很多身体上的疾病，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叫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就是
人的贪嗔痴造成的。贪念、贪嗔痴，藏传佛教里面讲的也是这个，在藏医医学里面讲的也是这个。贪嗔痴呢，跟这个宗教是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个哲学理念，一个科学的东西。因为你信教不信教，你都有贪，也有嗔，也有痴，都有这个东西。那这三样东西呢，是我们造成人的这个精神上的困扰是最根本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有这三个三毒。之所以呢，我们一直在发挥这三毒，所以呢，你的困扰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之所以呢，不分贫穷、贫富，都具备这些东西。那有了物质上的，很有钱、很富裕的人，难道没有贪嗔痴吗？有啊，他们更痛苦，他们就心里面就怎么说呢？就是困扰也很多的，很多困扰，这些都是啊。之所以呢，我们理解这三样东西之后，这就是我们痛苦的根源。那怎么样去避开这三个东西？那当然，我们学佛的人很多都多多少少都理解很多东西。那平时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不了解的时候，那最重要的就是我平时对我的病人都这么说 ：OK， 你不信教没关系，可是你要懂得你的痛苦是怎么来的。OK， 那你要找到这个根。那最重要的就是要讲这个无常。无常跟时间是一样的，时间是流逝的。我们说现在只有1秒钟，我说现在只有1秒钟，过了这个1秒钟不是现在了，是过去式了。所以时间在流失。那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呢，每天都不一样，发生很多很多事情。所以呢，在自然的状态跟这个顺着走的时候，跟这个时间一样，像水一样，让它流着走，不要记在心里面。特别是反面的 negative thoughts， 这些都不要放在心里。有时候说很难，是难，因为你放不下，因为你放不下，之所以难。那你静坐的时候，你不想他也跑进来。其实不是他跑进来，是你的气乱了。我刚才讲的有80种气里面，藏医里面讲主要的10种不同的气。你气乱了之后呢，这个气是跟人的情绪是有非常的关联，非常的有关联。而且藏医医书里面讲到，引病的就是这个气。这个气呢，是跟贪是有很大的关系。OK， 那中间捣乱的也是这个气，因为这个气我刚才已经讲了，龙是不稳定性的，所以它在挑拨龙七八跟培根之间更乱。那最后呢，夺你的命也是这个气。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一口气，你呼出去吸不进来，你就走了，心跳停止了，这就是气。所谓的这些80种气，就是逐渐的会消失，逐渐的会消失。之所以呢，这个气是跟人的情绪有很大的关联。那气它也有一个平衡度。那我们怎么样去保持这个平衡度呢？就是要懂得怎么样去平衡你的心。刚才讲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压力，当然人人都有压力，可是有些人呢想得开，有些人为什么想不开？想得开的人呢，就是他已经放弃了，放下了，之所以想得开。想不开的人呢，他始终放不下，之所以想不开。20年、30年都他在记在心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你一直20年、30年困扰的
痛苦的是你自己，不是他人。这就是不必要的一些状况。那怎么样去解除这些状况？基本上都是说，我们要看问题，看问题要去正面去看，去正面去想。正面去看，正面去想的时候，什么是正面？因为呢，这世间没有一个是同样的东西，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东西，没有一个。甚至同一个父母生下来的是2胞胎、三胞胎，甚至比这个多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有些地方他们长得像，有些性格有一些相似的，可是不一样的。因为呢，都是不同的生命来的，之所以呢，想法都不一样，没有一个同一个想法的。所以呢，你明白这个之后，用你的心态去要求他人的时候，就很难很难的。要他去改变是很难改变的。那这个呢，是平时我们在家庭当中、夫妻当中 ，OK， 朋友当中都存在这个问题，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呢，你想改变他人，首先要改变你自己。改变你自己的时候，不用去改变他人，自然就会影响他。这就是一种方法。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方法呢？就是看问题都是要正面去看，什么问题都是正常去看。因为什么呢？你了解无常了 ，OK， 现在有了，等一下没有，无常，这是正常嘛？等一下没有，明天会有，这也是正常，一切都是正常，所以没有说对错，只是一个不同的人的他的程度不一样，想法不一样，他的能力不一样，之所以呢造成这样的不同的等次、不同的层次，所以呢，你能够有这种宽广的心去看待最下面，从到下，这样去有这个平衡心去对待所有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心基本上都是在平衡线上。所以呢，发生不开心的事情，你也觉得这是正常，没关系 ，OK。今后、明天、后天、将来 ，OK。如果是不对，怎么样去改进？怎么样去把它做得更好？这样想是正面的想法。不然的话 ，OK， 这样的怎么会这样呢？这个为什么这样呢？我们这样去想，为什么偏偏在我身上怎么样？这样去想的时候，就是永远想不通的，想不开的。人人都有困扰，有些呢比较明显的说出来，有些呢藏在心里面，都是困扰，都是困扰。所以呢，这些都是把你身体里面的气就会乱掉，气乱了之后呢，逐渐的会造成你的睡眠的问题，睡不好，因为睡觉前也在想问题 ，OK， 吃饭的时候也在想问题，甚至你去洗手间也在想问题，所以你的大脑一直在动，一直在想，没有一个放松的机会。之所以呢太过了，所以说过是什么呢？就是藏医讲的平衡，指的就是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就是在保持平衡状态，这样就是好的。然后就是说精神层面 ，OK， 我刚才讲的跟气有很大的关系。那这个气乱了之后呢，那第一个造成你的睡眠问题。既然你睡得很浅，睡的质量是不是很好，而且做很多梦，那这样的话，你的大脑一直在转动，没有休息，那你第二天很累的。第二天你要工作，你要想问题，你的大脑一直要用的。之所以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要睡，不能想问题。OK。所以睡眠的方法有很多在讲
最终呢，就是方法是多种的，可是最根本的这个根源，我刚才讲的，你心理上的很多障碍，你把这些全部都要把它除掉，或者是解决掉。那我们一天的工作，每天的工作每天都要做完，跟这个一样的。你大脑里面有一些很多愉快不愉快的东西，没关系，把它忘了，走了就行了。可是呢，好的事情当然不能忘的，不好的事情呢，不要记在心里面，这就是自己的困扰，反而你造成很多疑惑。但是你有摩擦的时候 ，OK， 别人没有对你怎么样，你就心里面觉得他又在是不是跟我说坏话啦，又对我怎么样？别人没有，都是自己想的，自己造成自己的困扰。那这种放不下的时候，都是困扰。所以呢，这样的压力、那样的痛苦、这样的担心，很多造成你的大脑里面太多东西了。那这样的时候，就容易造成你心不静，心不静，气乱，气乱了之后呢，反过来你的心会烦。之所以我们很多人说我不想他也跑进来，就是这个原因，气乱了，你的气乱了。气是什么呢？藏医里面比较简单的讲，我们气是我们灵魂的一个交通工具一样。藏医医书里面把它形容成大，因为藏医的历史有近3000多年，所以那个时候交通工具只能靠马，没有像现在汽车飞机没有，只能靠马。你要去远处的话，一定要骑马才能到那儿。所以呢，气把它形容成一个马一样。那我们这个灵魂是气是灵魂的一个马。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有时候人在这里，你的脑子跑到美国去了，或者什么各种不同的地方，人在这里，所以这个气乱了之后，你的想法多了之后，你人在这里，可是 OK， 心不在焉，这就是气在作乱。那怎么样去稳定这个气？就是我们要学的，就是要心要静下来，心静下来。我刚才讲的所有的这些方法，看问题，说看问题，正面看问题，正面去看问题的时候，不好的事情，它也会可以解除掉。好的事情呢，当然就更不用说了。如果你去反面去想的时候，好的事情，它也会你想，因为你的想法，它会变坏，所以呢，困扰就更多。本来是别人对你好，可是呢，你没有觉得是这样，你是不是在讽刺我啦，嘲笑我啦？这是你的想法。也许这个人真心的在帮你，可是你感觉不到，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的心没有，心胸太狭窄，闭住我们这个心门，不让人进来。之所以呢，你的心胸就变得更狭窄了。所以为什么说要心胸开阔呢？你心胸开阔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别人的建议、别人的想法都要听进去。听进去之后呢，那你自己去分析。比方说，以前有一个上师举的一个例子，非常的好，我一直记着这个。因为上师怎么说的呢？不同4个方向，都4个人，不同的方向 ，OK。然后中间我放一个东西，那我们在看这个东西去解释的时候，那大家都知道哦，这是笔 ，OK。然后呢，我在解释这个笔的时候，我只能解释我看到的东西，我解释不了侧两面和更不能解释后面是什么样。
如果你的心胸开阔，听三面的这个它的状况、它的形状、它的特点的话，你得到的信息就更多，比较全面。然后呢，最终你就比较确定性的做出这样那样的决定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比较好的、比较高分的、比较成功的。一旦有时候这样做了，然后呢不成功，那也没关系，无常或者是天意，我们要承认这一点。那你的心胸狭窄，没有听取三方面的建议或者是想法，他们看到的东西，因为你自我自大，你的心胸狭窄的时候，听不进去的时候 ，OK， 那这样的话，你做的事情没有这么完整，那成功率比较低，而且甚至失败的时候，那这三方面都会指责你，因为你不听我们的怎么样，那你就增加更多的烦恼和困扰和痛苦，或者甚至是更糟糕的状态。之所以呢，心胸打开之后，最终决定还是在你自己的手里。OK， 这样的话就是做什么事情有这样一种习惯的时候，你这种习惯养成之后，做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会很好，甚至一个家庭里面也是一样的。一个家庭需要一个平和的话，那当然了，需要谅解、理解、承担还有忍让。如果你不懂这些的时候，那就硬碰硬是永远是硬碰硬，那谁都不开心，那整个这个家庭都会乱，跟这个一模一样。我们心里面，我们这个身体乱不乱，不单单是食物，在精神层面一定要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之所以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就是说，那你心静了之后呢，气就会平下来，气平了之后，相对的就是心也会静，因为没有任何原因阻挠你的心，所以发生任何什么事情，你的心态都在平衡。开心的时候也是 OK， 挺好的，有一个满意度。不开心的时候没关系，这也是正常，还有机会。就是这样去想的时候，就是比较容易了。我们很多西藏人当中有这种想法。比方说你有这种状况的时候 ，OK， 没关系啦，这就是我前世造的业了。你很简单的一个这样去接收的时候，一下就你的困扰就不见了，因为你没有放在心里。甚至你丢一个很贵重的东西 ，OK， 没关系，这钱是我欠的，或者是造的业 ，OK， 这是得的果，没关系。这么去想的时候很简单了，是不是？没有困扰。要不然的话，你OK丢了这个东西，你怎么很担心，甚至你怀疑这个人，怀疑那个，怀疑这样的时候，麻烦就很大。所以我们西藏人当中有一种俗话，就是尽量的要保护我自己的东西，不要丢东西。即使你丢了东西，不要去找东西，是这样说的。因为什么呢？得罪很多人，对啊，都有一种自尊心，是不是？所以呢，很多人都是这样说你不好的时候，当然了，很不开心的。那很多人都问我，这样怎么样去解决？我说对啊，你先要把自己的心洗干净，没有任何恶意和这种杂念，然后就对待他的干净的心。可是呢，方法是很重要。比方说，人人都是这样，夸他的时候都很开心，说你不好的时候都很不开心的。
有些人呢就从脸上看出来不说，有些人放在心里面，有些人马上发怒，都有各种各样的。可是呢 ，OK， 先夸他，因为什么呢？人人都有优点，人人都有一些缺陷，基本上都是优点比较多的。所以呢 ，OK， 你这一方面做得非常好 ，OK， 夸他几句 ，OK， 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对小孩也是这样。那他开心了，开心之后，他的心胸打开了 ，OK。可是呢，这一点点你要稍微改一下，这样去做的时候，当然不是说不好了，骂他是不对的，就是说同时要教他方法，怎么样去改进他，这就是好的方法，是一种药。这样的话，他就容易接收，而且呢 ，OK， 好啊。那这样的话你就更好了。那对了，说他更好的时候，他当然很开心了。同样的方法，在家庭在我们人群当中、社会当中，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心态的时候，当然了，一个家庭、一个人影响家庭，一个家庭影响到社会，一个社会影响到整个国家，都是这样。之所以呢，我们在学这些学佛也好，什么学这样那样的好的东西。目的都是这样的，为了更好的这个人间有更好的东西。之所以呢，想法是这样。之所以我刚才讲的，当然时间关系，今天我想就是在养生方面最主要是在食物方面啦、饮食方面，然后在精神层面怎么样去平衡简单的一些概念吧，差不多就讲到这里。我们今天就是获益良多，很感謝大華醫生教我們很多養生的概念和方法。我現在我而家咧就少少廣東話，少少講下。咁大華醫生咧，其實咧就頭先亦都講到咧，人體咧係有個5元素咧，就對我哋影響係好大噶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分到大家嘅體質係乜嘢啦。咁體質可能會講到燶啦、刺巴啦、劈驚。咁幾個元素加埋啦，咁有幾一種性格咧？頭先大華醫生都講過噶啦。咁我哋要注意我哋嘅食物啦，我哋要食一啲時令嘅食物啦。咁例如當而家夏天炎熱嘅時間咧，大家都盡量唔好飲冰嘅水啦。咁亦都要注意呢個作息嘅時間啦，因為5元素咧係會影響我哋身體嘅。咁食飯嘅時候咧，咁就夜晚咧特別咧係要食得清淡一啲啦，太夜就要食少啲啦。咁我哋盡量保持嘅身體咧係7成飽啦，咁而且咧，如果你係做唔到呢一啲咁嘅嘢嘅咧，會影響身體嘅氣啦。咁氣咧係會影響我哋生病啦。咁氣唔好嘅時候咧，最簡單我哋嘅失眠啊、暴躁啊各樣嘢都會出嚟啦。咁氣好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心靜啦、氣平啦。雜念我哋唔好咁多啦，我哋嘅慾念貪嗔痴盡量減少啦，咁我哋就會身體健康啦。咁以下落嚟咧，現在咧我們有很多師兄法友。還是看我的直播的觀眾，他們有很多關於健康，還有他身體的不便，有很多問題想請教大華醫生。我們現在開始好不好？好的，好，謝謝你。好，第一個問題，請問專醫在糖尿病患者人參攝取原則上與西醫有沒有什麼分別？Okay. 還有就是糖尿的度數在正常與不正常之間，在這樣情況下可以如何處理？還有，頸椎有問題，使得頸背經常感到冰冷，可以怎麼使頸背不再冰冷？另外有膽石可以如何處理？謝謝你。OK， 好，那說起這個。第一題裡面就是對糖尿病的食物方面，西醫跟藏醫有什麼區別？西醫方面，我覺得呢，就是我也不太懂西醫，可是呢，我在幾十年當中的感覺上，西方很多，我去過很多西方國家，基本上他們西醫的概念當中，飲食方面怎麼樣去注意？基本上很少講，沒有這個概念的，沒有這個概念。後來呢，逐漸的有一些，比方說我們像東方這樣的國家，
特别是有华人的地方呢，有很多中医逐渐的呢，中医也在讲这个饮食怎么样去注意。然后呢，现在的网络上面也渐渐的有很多这样的东西。之所以呢，现在西医医生也在讲怎么样去控制血糖，不单单是这个药，或者是严重的时候，他们也用一些这个胰岛素这个针藏医方面呢，在藏医四部医典里面，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个糖尿病，它有分20多种，20种不同的糖尿病。那这个20种不同的糖尿病，也是刚才我讲的龙7、8百根有关联的糖尿病。之所以呢，治疗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呢？龙引起的糖尿病，或者是跟龙混起来的糖尿病，有7、8混合的糖尿病，有培根混合的糖尿病。所以跟培根混合的糖尿病它有10种，7、8混合的有4种，那龙混合的有6种，所以呢，一共有20种。那这种呢，就是它发病的这种时间，或者是它的症状很多基本的这些症状都是一样的，可是不同的是，刚才讲了，龙7、8培根是跟5元素有很大的关联，所以呢，就是有些就是糖尿病呢，7、8型的，它就发热，出汗多，而且味道就很重。那培根型的呢，糖尿病基本上它呢味道不是很重，出的汗也不是很多，可是呢，它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体重会增加，直接影响到它的肾脏，对，肾脏就更加的虚弱，然后呢，就是龙型的呢，一般情况下就是跟情绪也有很大的关系，情绪波动的时候，它的血糖也会有关联。之所以呢，我们治这些血糖的时候，诊断之后呢，那按照各自的这种状态去建议吃什么样的食物。刚才我已经讲了7、8型的人、龙型的人、培根型的人，基本上大致上已经讲了应该是吃什么样的食物，对抗性的。可是糖尿病呢，就是一般情况下都是由糖分过多影响到胰岛素，也就是跟脾脏有关系。藏医讲脾脏有关系，因为最根本的问题出在脾脏，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说脾胃这2个都是在好像是一个兄弟的关系。脾不好的时候会影响胃，胃不好的时候也会影响脾。之所以呢，就是有时候我感觉不到是脾还是胃，所以呢，困扰都在这里。那最终呢，就是藏医一般情况下还是讲提升胃火，对，提升胃火，对，提升胃火之后，因为提升胃火这是第一步。提升胃火之后，它会影响整个这个身体的运作，还有它的能量，包括这些脏器的功能。脏器的功能呢，藏医里面讲，所有的脏器它有一个能量，热能，它必须具备龙7、8培根的功能存在。因为它吸收的营养比较好，对，吸收的营养都比较好，功能也比较好，因为很正常的讲，我们人就是冷的时候就什么也动不了了，对，那热了之后他的动作就比较灵活，跟这个一模一样，在身体里面这些脏器也需要这些能量，那这些能量最主要是靠的是热能、胃火，我刚才讲了，所以这个提升之后，逐渐的会影响到脾脏的这个功能也好，这些方面都会提升起来，这就是它的根。那同样呢，就是也要把这个糖分的状态
它有反面的这怎么样去减它，然后就是用一些药物去减它。那一般的食物方面呢，就是说，基本的甜的就当然就不能吃了。甜包括说藏医里面的甜呢，不单单是这些，糖果和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些一般的一些饼干也好，包括这些蛋糕也好，这些都是甜的，连这些面包都是甜的。对，这个是糖分比较高的。藏医里面讲的甜不单单是些白面、白米，还有水果里面香蕉啦，还有这个番薯、许栽，这些都有这种成分。所谓的甜不单单是这个我们吃起来很甜的东西，这个是100%的甜，很多甜都是在食物当中、水果当中、蔬菜当中。所以呢，就是在一旦有这样状况的时候，必须要戒掉这些，减少这些东西，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刚才讲了，要针对性的，要吃一些比方说是热性的，那比方说姜、黄姜、咖喱，对血糖是很好。然后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柠檬都很好。然后这个姜也是很好的，在藏医的里面讲姜都是很好。然后就是苦瓜也很好的，对。可是苦瓜呢，一旦是跟癃有关系的糖尿病的话，不可以吃苦瓜。OK， 对，元素不同。对，元素不同，所以呢，都要按照这样去。这个要很留意啊。对，很留意这样去调理。对，然后呢，就是有时候就是说 ，OK， 那糖分，比方说蜜糖，在藏医里面讲，蜂蜜的话，一般情况下，蜂蜜和这个红糖、黑糖还有白糖这3样都不一样的，都不一样。比方说对癃的话，就黑糖或者是红糖是比较好。对，那培根的话，就是建议就是蜂蜜，对，纯蜂蜜。因为什么？我刚才讲了，蜂蜜有减肥的作用，那体重是跟培根有关系。蜂蜜有减重的作用。对，减重的作用。所以我刚才讲了，就是姜、柠檬再加一点蜂蜜，对，这个有减肥的作用。当然了，不单单是这些，也要适当的也做一些运动，特别是有糖尿病的状况呢，一定要行走。如果根据年龄嘛，有些可以跑步的，有些不可以的。凡是你做任何运动，一定要让身体出汗，这样呢，就是也有帮助，能够对，也有帮助这个血糖的状况。对，好。就是糖尿病的度数，对，从与不成成绩单。基本上都是这样，因为用现代医学去测量的时候，你空腹和吃完东西都是不一样，早上和中午、晚上都不一样，每次测试的时候都是不一样，这个度数不一样。对。可是呢，你已经超过了这个界限的时候，都是要注意的，都是要注意。那藏医里面我刚才讲了，分的20种里面，最初是在这个糖分是在血液里在那个尿里面，对，比较严重的是在血液里面的时候，那就比较不容易治疗，麻烦一点。之所以呢，就是要注意这一点。好，对。好，颈椎有问题，感到冰冷怎么办 ？OK， 颈椎有问题，当然是原因是很多了，有些就是比方说一些关节的原因，也会影响到颈椎。关节对关节的原因也因为关节它也有分几种，其中的一种是直接影响到颈椎，有时候就觉得是不是颈椎有问题，其实是关节的问题。它会因为什么呢？这个关节藏医里面分的一种就是跟这个关节跟这个人的韧带对韧带
ligament and tendons 这两个有很大的关系。之所以它会感觉会僵硬，僵硬的时候就会不容易移动。对，那一般情况下就是在这里凉的感觉也是跟瘰有很大的关系。哦，跟瘰有很大关对系啊。，瘰有很大的关系。之所以呢，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说可以用这个就是芝麻油。芝麻油，对芝麻油Facebook 的朋友把它写下来啊 OK 写下来，芝麻油。芝麻油还有这个对，在香港可能找不到，就是丁香。丁香，对，你把丁香还有这个芝麻油丁香，把它磨成粉。丁香粉，对，丁香粉，然后包在一个布里面。哦，包在一个布里面，然后呢，就是在那个芝麻油，要温热，再热这个芝麻油，然后再把它弄热，然后呢，把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包的这个丁香粉呢，沾着这个油，然后就可以热敷。好像是按摩一样的。不是按摩，你就是热敷。热敷呢是你第一个颈椎就是这样，我们头弯下来之后鼓出来的第一个，就是那个就是它的位置，在那里就是用这个去热敷。对，热呢就是尽量的就稍微热一点，也不是烫到皮肤的这种，就是比这个稍微温一点都 OK 了。对。这样可以连续做3次、4次、5次这样。对，每天。Facebook 朋友 ，OK， 记下来了，可以试一下这样。对，试试看。还有如果有胆石，该如何处理啊？胆结石一般情况下就是现在方法是很多了，可是胆结石呢是怎么造成的呢？也是你的生活习惯，就吃的就是刚才讲的就是酸辣油腻的东西。然后呢，就是消化功能不好，胃果对不对，然后呢，就是长期状态下你造成这个结石。那这个结石呢，第一个就是在胆汁里面，它因为结石我们把它切开看了之后呢，它里边是一层一层的，像那个洋葱一样的。洋葱一样。这个说明什么呢？它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这个我们藏语里面叫什么呢？叫 leg 就是叶病。leg 就是叶病，因为什么呢？你长期这样把它累积起来的，所以就叫 leg 所以这种呢，就是也是要适当的要克制，最好呢要吃清淡比较好。清淡，吃的清淡，少油，特别是动物油。对，不能吃动物油。所谓的动物油就是比方说黄油啦、起司啦等等这些，还有肉类的这些脂肪啦。对，可以多饮用一些这个刚才讲的柠檬水啦，还有可以吃一些那个苦瓜啦，苦瓜也喝蜜糖吗？都可以啊，蜜糖都可以。都可以如果是严重的话，那只能当然用藏医吃药也是可以，小的呢可以排出来，好像是这样。对，可以排出来。大的呢就是比较危险，因为什么呢？大的你如果没有把它打碎呢，就是它如果从胆管排出来的话，有时候卡在那个胆管那边的话，那就很麻烦的。很麻烦，而且就是急诊了，只能是看西医去把它开刀或者是怎么样。不过现在开刀都是微创，所以也是比较对小型的比较简单，也没有那么做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回家，有这样的状况。所以但结石还是不是算是很那个。好，接下来是第二条问题。
这个我也要想问了，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那个脱发的问题 OK， 这个我自己都有很大的问题，你们都看见了，我都没有头发了。可是呢，我不太讲究，就是专门去考虑我的头发。可是，在藏医医书里面，它脱发的原因也是有几种，当然是跟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个隆七八也是有很大的关系，很大关系。比方说隆，当然了，你想的多啦，思考的多啦，烦恼多啦，也会脱发，痛苦，对吧？对，这些都会脱发，这是第一个。那七八脱发呢？就是说你吃的油腻过多啦，酸的过多啦，辣的过多啦，油酸辣。对，那你的头皮方面也会出现很多油脂，而且有时候出现一些痘痘，然后也有时候会痒，这是七八引起的。七八引起的。然后呢，有一些呢是培根引起，那培根引起的是呢，基本上都是跟肾有关系的。跟肾有关系啊？你肾的功能就是肾虚之后，肾的能量不足，肾的能量不足的时候，就是也会脱发。因为什么呢？肾基本上它是跟水分是有很大的关联的，而且肾呢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器官，在藏医里面讲就是藏医医书里面把我们人的身体把它形容成一个王国，也对，一个王国。那我们的这些身体的骨架也好，然后皮肤、肌肉等等等等，这些把它形容成这个建筑物。五脏六腑把它形容成那个这个宫殿里面的这个，包括国王啦、大臣啦，然后就是这些皇后啦、妃子等等等等。之所以这里面讲到就是肾脏呢，是等于那个我们西藏以前都是这种传统的建筑物，它的梁必须要有一个柱才能顶在上面，我们就叫顶梁柱，是这样说的。其实柱的上面有一个像一个那个弓箭一样的箭的那个弓箭一样的一个形状的一个，这个就是能够把这个梁就顶得更稳一点。对，稳一点。如果是光是柱子去顶这个两个木头这样中间的话，不稳定嘛，支点不够嘛。对，这点不够，所以两个之间下面有一个这样的去顶，然后再用柱子去顶的时候，就更稳固。之所以呢，肾脏等于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肾脏出了问题，人就容易垮，很多问题。所以呢，就是一般肾、肝这两个脏器呢是比较容易疏忽的一个脏器，因为什么呢？它没有沿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一般症状是很少的。有时候我们觉得腰有点酸痛，对，你第二天没有什么，你疏忽了，是不是？对。OK， 肝也是一样，不痛就它没有太大的症状。一旦有了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已经晚了，已经你的肝功能不好啦，你的肾怎么样啦，是这样，所以比较容易疏忽的一个东西。之所以伤害肝的，基本上我刚才讲了，辣的、酸的、酒类、肉类过多就是伤害肝，食物方面。另一方面，人的情绪、脾气暴躁，或者是有怒发不出来，或者是你放在心里面太久的时候，也会伤到肝。OK， 所以这个也会伤到肝。那另一个就是肾脏的话，就是你长时间吃太多生的、寒的、甜的东西，它会对这个呢就会影响到肾。肾它本身是一个跟培根有关系，培根是我们已经讲了，跟土和水是有关系的。可是呢，它有一个亮度，
那超过这个亮度之后，它就越来越含越来越多水和土的元素的时候，它就不正常了。之所以呢，就比较肾虚的状态下，一般情况下不单单是我们腰酸，而且呢，它会出现一些症状，比方说尿急啦，然后就是而且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尿的次数多，量少。有些人就这样，刚尿完在餐厅里面刚尿完5分钟又要去尿，这个就是肾虚的原因。对，肾虚的原因去引起的。对，肾虚引起的一个症状，有些呢尿不尽，就是说尿出来之后尿的不是很干净的这种状态。这些都是一些肾虚的一些引起的一些症状了。所以呢，就是说，特别是糖尿病，刚才讲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影响到这个肾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就是更加加重。所以呢，就是特别要小心这个吃的东西，特别留意啊。对啊，特别是培根型的。好，然后第3条。对了，刚才那个脱发我们还没讲完呢。不好意思啊，脱发，对啊，脱发还有一个就是肾脏，还有一个就是肾脏脱发，还有一些就是营养不良的，对头发的状态都不一样。营养不足和脱发这个肾虚脱发的状况呢，它感觉上就是它的头发的颜色也会变，然后呢就是而且没有那种光泽，而且感觉上变得更细，这样的话就是比较明显是跟肾是有关系。所以你要注意肾的话就是会好一点。说起肾呢，就是晚上睡觉就是要早一点，不能太晚，对，不能喝太多的水啊，太多的水，不能吃太多甜的东西。OK， 寒的东西。好，谢谢。好，到第3条，中医常说，少吃冰冷的食物，在中医学角度上有没有这个说法？刚才已经讲过了。刚才已经讲了，差不多这个已经讲了很多了，因为这是不正常的嘛。对。中医跟我们藏医的很多概念都是差不多是一样的。对。好。好，第4条，病人患有癌症，可否用藏医治疗？如可以的话，患者可以怎么预防病痛不再复发 ？OK， 说起癌症呢，当然它是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消化不良引起，就是百病起消化不良。那这里面讲的百病里面包括这个癌症、肿瘤，这些都是因为你造血的这个食物的精华不干净的时候，你的血就不干净，血不干净，再加上你的胃寒的时候，你整个身体的气血循环都是变成缓慢，而且能量没有充足的补充到其他的这些器官，就显得更加的弱。更加的弱的时候呢，那你的血本来就不干净，那循环的这个血是从头到脚到处都会流动的，垃圾一样。对，到处都会流动。那流动的时候，你身体里面在哪个部位觉得弱了、功能差的时候，那这种癌细胞就会定居在那边。然后呢，就是逐渐的，你吃的东西不正常，就是吃的东西不健康的时候，逐渐的会更加严重。那这种呢，早期是很不容易发现的，很不容易发现。现代医学呢，当然跟我们以前藏医不一样，藏医早就给你敲了这个警钟，就是说你的胃一定要好，胃火好的话，你消化的功能好的时候，这个你的血液呢，血呢就是很干净，血干净，然后呢，你的
循环也是很畅通，这样的话不会有任何状态。对，之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还是因为这个呢，就是在藏医医书里面说，这个胃火等于像一个农夫在种田一样。那种田并不是说 OK 把这个土翻了，然后这个种子一撒就种了，不是这样，长出不是这样的，它要松土、翻土，还要加水、肥料，然后就是长出苗之后又要松土，长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又浇水、浇肥料，又要抗这些虫啦，很多很多东西，才能到了冬天的时候有一个好的收成。对对，这个谷，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对这个胃也要这样去照顾。之所以说吃的东西方方面面，农夫种田一样去照顾这个胃。然后呢，就是一旦你有了这个癌症，现在用西医的方法就是用这个化疗啦，还有电疗然后我有些病人也是做了这些之后，也是吃藏药。那藏药呢，基本上就是初期和第2期，这些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很有效果。那一旦你已经做了手术，动了手术之后呢，就是为了不再犯，那当然了，刚才讲的食物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在用藏医去调整他身体里面的刚才讲的这些最根本的这些元素，要把它调好。调好之后，就是基本上就能够有这个预防的一个功能存在。这个很重要啊。好，现在到第6题。好，有师兄法友问那个肝火上升，脾胃不好，经常拉肚子。藏医会有什么说法医治的方法 ？OK， 说肝火旺盛，刚才已经讲了，肝火旺盛有2种，一种是食物，刚才吃的这些食物，热性的、酸性的、辣性的，这些都会增加这个过多的时候，它肝本身是跟火元素是有关联的，所以呢，它很容易更热了。那超过它的平衡度的话，那就叫肝火旺盛。那这个是在食物方面讲另一方面就是情绪方面。情绪方面就是也是嗔怒啦，脾气暴躁，这些都会影响到肝。对，因为什么呢？我们人生气的时候，马上身体会热起来。对，连这个耳朵都会热起来，是不是？对。所以这个说明就是肝火的功能在热起来，所以呢要避免这些肝火旺盛。那一旦有这种状况的时候，那就是脾胃不好拉肚子呢。那这个脾胃不好拉肚子和这个肝的状况拉肚子有2种大致上有2种。对，因为肝引起拉肚子呢，基本上你吃一些热的、辣的、酸的，或者是甚至喝咖啡都会拉肚子的。那脾胃不好，也就是说寒的原因也会拉肚子，这个就是你消化不了的原因。这火多，对，也会拉，寒也会拉肚子。对，2样都会。对，所以呢，你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就是你要选择这种是什么样的状况。对，说脾胃不好，有时候就说脾胃不好是什么原因？胃也有热，也有冷，寒病也有热病。还有这个炎症是什么样的状况？说起脾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分这些，也许是肝引起的，也许是本身脾胃不好引起。那拉肚子，如果是你吃的东西，刚才讲的这2样，如果是吃辣椒，或者是吃热的，或者是这个酸辣的东西，咖啡拉肚子的话，是跟肝有关系。除了这个之外，你吃凉的、冰的，或者是一些比较不容易消化的食物，吃了之后拉肚子，
那是脾胃的关系。哦对，好了，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所有年长的人普遍都有风肌关节症状问题，张医要有什么方法医治可以预防那个关节炎？ OK， 先讲这个关节病关节的炎呢，一般情况下，藏医医术里面它有分6种不同的，刚才哇，有这么多啊？对6种， 6种不同的这个关节跟关节有关的，那6种不同的是跟肌肉有关系的，跟韧带有关系的，韧带，跟这个跟这个骨骼有关系的骨骼有关系的还有这个一个就叫黄水，跟黄水有关系的。黄水有关系的呢有2种，一个就叫白黑，那藏语里面讲就是盖波和就是哪波，白黑。所以呢，白的意思就是说跟排根有关联，黑的是跟七八有关联。对，之所以呢，为什么说一个白黑七八有关联的呢？七八有关联的一般都是关节呢，就是它骨骼方面它就会经常发炎热，也比较痛的比较厉害。对，凡是跟七八有关联的这些都是比较发病比较迅速，而且痛也是比较严重一些，比较缓和一点。对，那如果是跟排根有关系的话呢，就是稍微缓一点痛，但是不是那么很严重然后就是感觉就是当然基本上关节炎都是这样，就是你行走不方便啦，特别是就是伸直都不方便啦这些原因都会造成。可是老年人为什么有这个？不是人老了必须有这个病，不是这样的，是年轻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你的关节种下来，对，种了。小时候是已经种下来的一个对东西，因为什么呢？一个是吃的东西呢，我们人的身体里面不能过多的有酸的东西，酸性的东西。对，刚才已经讲了。那酸性的东西还有油腻的东西。油腻和酸性这2个东西呢，消化之后，它会直接转化为这个胆汁。胆汁对，因为从血液它食物的精华转化为血液，血液呢就是通过肝肾脾转化为这个肌肉，那它也转化2个东西，一个是精华的就肌肉，然后呢糟粕的直接流到这个通过肝流到胆囊里面，它会形成胆汁。那胆汁里面它也分解之后，它就是有2个精华的是叫我们藏语里面叫秋丝，也就是黄水的意思。黄水的意思也是现代医学讲的话，也是酸性的这个液体。这个呢，黄水为什么说黄水？有时候我们有一些伤啦，有一些疮啦，它流出来一个黄色的液体，就是这个透明，对，就是这个就是秋丝。所以这个呢是一般都是通过这个胆囊它转化为这个黄水。那黄水呢身体里面也是需要的，它是混在血液当中，那血液当中呢流淌在整个身体里面，跟血液一起。然后呢这过多之后呢，最初的状况出现在皮肤痒，OK， 慢慢它会渗透就肌肉，然后骨骼，然后就是脉络，然后就是那些韧带等等，慢慢落到这个5脏6腑。所以呢就是秋丝过多，也就是酸性过多之后，很多这些癌症肿瘤都是这个引起的，所以特别是女性身体里面尽量的酸性不能过多，
普遍的女性呢比较喜欢吃酸的啦、辣的啦、甜的，对，比较多，比男性的话就比较多。因为这个酸性过多之后，我刚才讲的这些状况，所以很多女性都有一些状况，就是乳腺的状况啦、妇科的状况，都是这样造成，而且她的运作都不正常。刚才胃寒的原因，循环不好的时候，都会造成这样的状态。所以呢，这个祛湿，然后落到这个肌肉的时候，也是跟刚才讲的关节病里面一种有关系。对，然后呢，这种状况就是一般情况下，觉得是关节痛，可是同时你的肌肉也会痛。对，这是一种。另一种是什么呢？韧带痛。韧带痛是什么呢？关节痛也是韧带痛。韧带痛一般情况下，有些人上楼梯没问题，下楼梯很痛的，这些都是跟这个，凡是你用一些力的时候就痛，这个是跟韧带有关系。那关节本身，那就是说它关节的中间有一些祛湿，当然这个增多之后呢，就是直接就是关节，有时候严重的时候，它的这个关节的形状都会变的变形。所以呢，就是按照这样的状况，就是从小时候就要多注意一些吃的东西，而且一定要保暖。一定要保暖，因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的夏天热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穿一些短裤啦、短裙啦，都 OK 的。热的时候，那问题是什么呢？外面是热，你穿短裙、穿短裤 OK。那在香港，那进任何bus 也好，地铁也好，餐厅也好，商场全都是冷气，而且冷气非常冷。对。然后呢，你的皮肤刚才讲了，毛孔都是张开的。对。你外面跑进来，是热的，你的毛孔全都关门了。还没有完全关门。对。慢慢这些冷，它会吸收到里面。这个冷会吸收到里面。所以西藏的冷跟香港的冷是不一样。香港冬天的冷跟西藏冬天冷不一样。西藏冬天冷呢，有时候会达到零下30几度、40几度都有。可是这个冷呢是次冷，所以呢，皮肤的毛孔已经闭关了，不让这个冷进来。之所以呢，再加上我们穿一些皮的东西了，反正暖的衣服，对，能够把这个热能存在身体里面。对，那香港这个冬天的冷是非常冷，因为什么呢？它是毛孔完全不是避开的，还就是好像就是没有完全避的感觉。对，所以呢，这个冷是逐渐的进来，所以湿冷的地方基本上关节的毛病是比较多的。对，干热的地方几乎关节的问题是非常少。这就是地理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就是年轻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你年轻人就是比方说你回家之后，你睡觉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摸一下你的关节，你摸一下你的腰部，基本上都是凉的，可以 OK， 其他身体都是热的，这些部位都是凉的，这说明这个吸收的这个已经过多了。对啊，所以再加上你这个吃的东西 OK， 然后就造成这样的状况。这个呢，就是好像是在我们盖一个房子一样，从地基开始，年轻开始，一点累积起来之后，到了年长的时候，那所有的这些元素是退化的时候。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5个手指头，年轻的时候是这样，然后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5元素是非常充足，而且有增生和新陈代谢的功能比较足，所以呢，一直到对，到了中年，那是往下的，说明生老病死嘛。对，说的就是这个。对，你身体里面的5元素是退化的时候，对，没有增生的机会，没有像这么多。之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你的毛病已经累积的东西就爆出来，比较明显的爆出来。
所以不一定说是年老才有这个关节病。所以年轻的时候你多注意的话，养生的话就是辣、寒、油，对，还有保暖，对。好，继续有跟关节的问题，中医有跌打膏药，藏医有没有这样的东西？也有。藏医呢，它基本上医治的方法有4种。第一种就是饮食，因为所有的病就是吃出来，所以呢，饮食方面怎么样去调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起居，起居讲的就是身口意，怎么样去调理。第3个呢，就是药物，吃的药物去调理。第4个就是外治，外治指的就是跟中医一样，拔罐、热敷、艾灸这些藏医都有，而且刚才讲的这个铁打呢、药膏这些都有。对，都有，对。好，继续。另一位师兄发友想问，他到印度半个月以后，开始出现手指关节位置肿痛的症状，难以弯举。这个跟气候和食物原因有关，还有如何治疗呢 ？OK， 那他现在如果在印度的话，可以去找藏医。找藏医，因为有一些很好的藏医的关节药，像他这种是初期的，所以比较容易抑制。对，如果严重，我刚才讲的这些关节都已经变形的状态，那就比较难了，所以呢，它这个是初期，而且呢，就是你多避开刚才已经讲的，印度的吃的东西很多都是比较油，而且呢就是又是辣，而且你也要多注意一些甜的东西，印度的甜是非常甜，还有这个酸的东西，刚才已经讲了，尽量的不要吃。现在有这种对，全都是对，尽量的这些都是因为现在他有这种状况的话，就是尽量的避开这些。对。好。如果然后就是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可以买一些这个干姜粉，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印度也有卖这个干姜的，不是生的，干的。干姜。把它磨成粉之后，用热水把它稍微就是加点热开水，变成一个糊状形，然后可以贴在那个痛处，不是刺啊，不是刺，涂在那个痛处，然后呢，用一些就是那种透明的那种薄膜，去稍微把它包起来，就包起来的时候，它的那个姜的它多少时间？可能最多第一次的话就是15分钟就 OK 了。15分钟对，时间久了之后呢，也会影响到皮肤，会烧到皮肤，所以15分钟。然后呢，皮肤没有什么异常，就是过敏的状况呢，你可以稍微加长一点，半个小时都 OK。好，Facebook 的朋友，你们可以买一个干姜粉试试看。好，然后我们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治疗灰甲？感炎真菌而引致灰甲要怎么办 ？OK， 基本上我遇到的这个灰甲的病人不是很多可是这个基本上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基本上这个真菌呢是一个皮肤病引起的一个状况，皮肤病也是叫癣菌。癣菌呢就是投入到指甲，然后形成这个真菌。对，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比较普遍，而且是比较麻烦的。就是小时候就是初期的时候治不好的话，那就是它会影响到整个指甲。那
藏医方面呢，还是要找这个病根，就是要把这个病根就是那个癣皮肤的那个状况，要把它治好。皮肤的治好之后，它跟这个有菌是有关联，所以同时也会影响到这个菌。皮肤关闭以后排毒不好吗？那跟他穿的鞋子有没有关系？太不透气的鞋子会不会影响？都有关系，都有关系。比方说不同的材料做的用布做的，用胶做的，用皮做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透气是也是很关键的一个东西，对，因为这些，比方说有些人就是脚呢，就是根本就是干的不出汗的，对，有些是汗很多的，对，所以不同的人都要选择好这个自己的鞋子，对啊。好，再另外一题，有些事情法友想知道，中气不足。冬天的时候，手脚变得冰冷 ，OK， 应如何处理 ？OK， 中气不足，其实中气不足，刚才已经讲了，是你的胃的能量不足，火不够，所以胃寒。基本上很多香港不少人有这个状况，而且呢，长期吃素的人，或者是以前吃荤的，后来吃素。因为很多素食呢，大部分都是寒性的嘛，对，很多蔬菜都是寒性的，然后再加上这些甜的都是寒的，然后因为这些你长期吃，而且有些习惯性的就是说，他不会去选择不同的食物，说喜欢那个菜心，每顿都吃菜心。喜欢那个番薯、许栽，每天都吃，所以这个是不平衡，这是过多了。食物也很重要，过多了，所以说最好保持要这样状态的时候，你就是吃素的人，觉得胃寒、能量不足、手脚冰冷。为什么手脚冰冷呢？手脚冰冷的原因是你的胃的能量、胃火已经是很弱了，所以呢。这个胃火影响到整个身体的能量、热能。比方说，我们感觉天气冷的时候 ，OK， 你再说你没有吃东西，你就感觉更冷。OK， 你喝一个热的茶、热的东西，到了胃里面，身体马上就热起来了。这很明显的说，热能是从胃散发到全身。有了这个热能之后，气也就足。气足了之后呢？你的气血循环、血液循环会比较正常。因为所有的我们的脉络到了手脚就越来越细，越来越细。跟我们这个树叶的后面的那个一模一样。我们注意到树叶的时候，树叶中间那个是很粗的，跟那个茎是很粗的，然后呢，分支是稍微细一点。再分支的话，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到了边上的时候就越来越细，跟这个一模一样的。之所以你循环不好的时候，手脚容易冰冷，那个热能跑不到这里，循环就弱了。之所以能量不足，对，所以说呢，你一定要提升胃火。提升胃火的方法我刚才已经讲了，那已经到比方说简单的吃一些姜，我也天天吃姜还是没有帮助，那说明比较稍微就是严重一点了。之所以呢，就是还是要吃一段时间的要调理，把这胃火提升一点，对，提升胃火，然后就是避免这些冰冻冷冻啦、寒性的食物啦，就这样就 OK 了。所以呢，你如果没有胃的这个热能、胃火，足够的胃火的话，你手脚冰冷是没办法解决。知道 OK， 我们通常出去呢，外边吃素，然后最后也有个甜品嘛。那个甜品通常是甜的。但是是寒生加寒的，对不对？对，寒生加寒。大家要注意啦。对啊，
癌症加继续问题就是这个师兄他吃素要2年了，身体其那个脾胃一直不好，吃素后脸色变得很黄，对，并一直看中医调理身体，但没有进展。OK， 请问这个正常吗？当然不是正常了，当然不是正常。你的脸色黄了，就是你的说明你的不单单是气，你的血液方面也是不足的。血液跟气对能量都不足，这个刚才讲的跟一模一样。因为他开始吃素之后，OK， 要学会选择吃素。刚才已经讲了时节性的菜，什么时节有什么样的菜 ，OK， 你要选择这个去吃。那到了冬天的时候，那吃什么？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要吃一些比较豆腐豆类啦、菇类啦，这些不是已经干了吗？对啊，这些都是可以用的。而且呢，一旦你吃一些蔬菜的时候，就是每天都换着吃，不要天天吃同一个菜。换着吃的话，你这里面不同的蔬菜它有不同的元素和营养，所以这些营养具备之后，你血液里面需要的这些营养也就足了。因为藏医讲，要在大藏经里面也讲，血液里面有10种不同的细胞。现代医学没有讲之前就已经讲了，这些大藏经里面很惊讶的。所以呢，这些细胞它需要营养，它也要补充的这个东西啊。所以你不给它的话，这些细胞呢活跃不起来。对啊，活跃不起来。所以你要活跃这些细胞的时候，你必须要从外面要补充这些东西。之所以呢，就是要不单单是这个，刚才已经讲了，热的、温的食物，寒性的尽量的就是不要吃生的，尽量的要煮一些菜、炒一些菜的话，可以放姜，可以放白胡椒、黑胡椒，然后就是肉桂、芭蕉，对，芭蕉这些，甚至丁香，这些都是还有小豆蔻，这些都是热性的一些香料。对，这些香料是天然的香料，而且味道好，这些都是药用的一些香料，而且也在用药，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平时用的。对，可以平衡一下的。对，因为你煮的菜本来是寒的嘛，煮了之后它会变一点温，然后再加上这些料的时候就更温了，那不会伤到你的胃。好，师兄，你要注意，你要挑那个季节性的菜去吃了哈。好，继续一题是，藏药对癌症有什么治疗方法和作用？藏药，癌症。OK， 癌症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藏药的话，就是早期和第2期这样的话吃藏药还是有很多例子。有些例子呢是比较严重的，比方说我在印度的时候，那有很多这种癌症的病，那各种各样的癌症甚至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就是白血病了。血癌，对，它也是一种癌症。白血病这个例子呢，是他一个孟买一个大城市，他本人呢是个西医的医生，他得了这个病之后呢，就是用西医治疗，那他又周期的要去做那个骨髓的手术啦，还有换那个血啦，比较痛苦的。后来呢，就是他们的家人发现在报纸上有藏医，藏医有这样的方法，那告诉他的时候，他当时好像不太相信有这样的藏医能够治疗。可是呢，已经到了尽头的时候，当然了，家人都催他，为什么不可以试一试呢？OK， 试了之后，有一位我们这个老藏医，他就找这个老藏医去看了之后呢，在
短短的6个月之内，很多症状都消失了。过了6个月之后，他的那些西医的这些手术也好，补血这些换血或者是输血也好，这些都停顿。他一直吃藏药之后，身体逐渐的恢复，非常的好。然后呢，他非常激动，他就用他自己在新闻上做了做了一些那个什么，采访，然后他就说他自己的经历，然后而且呢，他就是资助在他和孟买那个地方建立一个新的诊所。我们本来有诊所，然后在那里再建一个新的诊所，就叫治癌症的诊所。其实当然不是100%的能够癌症都能够治的，可是藏医对癌症是有功效的。对癌症呢，当然有各种各样，肺癌、胃癌等等，癌症是各种各样。有些状况，当然癌症病人不单单是药物，跟人的这个精神层面是有很大的关系，医治也有很大的关系。病人本身他跟心理是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我一个病人，我在印度的时候，是台湾人，他已经西医检查做出这个乳腺癌，然后呢，西医叫他切除啦，怎么样，然后就是他自己也是不太愿意，他也是佛教徒，然后他来印度之后来找我，可是他这个人是比较学佛的，他本来是一个学佛的人，就是比较想得开，然后呢，就是吃了藏药，吃了3个月，短3个月的时间，然后他回台湾之后痊愈了，没有了。对，所以是效果很好。同样的病人，就是心理方面压力很大，整天担心这个疾病，这样的时候效果不是很好。因为什么呢？刚才讲了，气影响到这个治疗的效果。因为什么呢？我刚才讲了有80种气，80种气都是在身体不同的部位，所以呢，这个气不正常乱的时候，它没有正常的去运作功能，之所以呢效果就差很多。所以这个不单单是这个，美国以前几年前了，就是也做过这样的测试，用现代仪器科学去做的时候，2种不同的病人，一个是 比较那种状态，一个是比较想得开的人，他们2个治疗的时候就是完全不一样，差别很大。这个是在大藏经、在藏医医书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对，因为什么呢？都是相生相克的东西，这些不同的80种这个气呢，也会不正常的时候，也会影响到其他的身体里面的这些自然的细菌会灭掉，或者是混乱，这样的话就是更加严重嘛。对。所以呢，气是在藏医里面讲，刚才很重要，放在第一位。对，留心了，各位非常的朋友气很重要的。好，继续的问题是，您好，师兄想问，达华医生，关于中医分享直播中想请教，如何开始学习那个中医，从哪里开始？有没有适合的机会和单医 ？OK， 从哪里学藏医 ？OK， 现在学藏医的机会是有，可是呢，经我了解，在西藏也好，在印度也好，在一些外蒙、尼泊尔等等一些国家，基本上都是由这个藏文的语言去教藏医。所以呢，就是以前我在藏医院的时候，我们藏医学校里面也有一些外国学生。那外国学生他们呢也是有这个机会，考试之后去进入这个藏医学校。那考试呢是跟正常的考试，那考试是用藏文考试嘛，
那首先要首先要学会藏文，好，对，藏语文要很扎实，然后你要考试及格之后，你有这个机会去学藏语啊。这是因为什么呢？基本上上千个这个藏语的医书，基本上都是在藏文里面。你如果要学得很扎实的话，一定要学会这个语言，才能够解答很多东西。刚才我讲的四部译典是最根本的一个医书，最根本的一个，至今都在用，有1000年的历史。可是这个四部译典里面呢，基本上都是像一个诗歌型的，一段一段的。可是它的呢解释是非常多，一段呢可以解释成两三页这样的。他在讲什么？一个名词都有很多深远的一些意义。所以呢，你要真正要学的话，你要刻苦的先学藏文。首先藏语，对，搞好，然后这个是最基本的基础。有了这个之后，你有信心的话，可以有机会找到学藏语的地方。好，接下来呢，有西生法友想知道，他一直被水肿问题困扰，请问什么方法可以医治水肿 ？OK， 水肿呢也是在藏语里面讲的，也是有几种，那不同的病都会肿，那肿的部位呢，基本上都是在小腿的部位。那有些病呢就是全身肿，那比方说一些肝癌啦、肝硬化啦，这些都会整个腹部都会肿，然后这是另外一个。那一般的脚肿，很多人以为是水肿，其实呢，藏语里面不单单是叫水肿，这个因为什么呢？它也可以说是类似像就是跟这个水肿一样的。其实不是的，其实也是跟这个有关联，不单单是这个。因为什么呢？它肿的原因是落在最低处的身体的最低处嘛，往下沉。沉的原因是什么呢？水它本身就是往下沉的嘛。对啊，土水都是你这么放，都是往下沉的。火和风是往上望的，对，都是往上望的。所以呢，就是说，刚才已经讲了，如果一旦你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有些呢就是排尿不正常，那这真正的水肿，排尿不正常，对，排不出来尿，然后就肿，这叫水肿。我们藏语里面这个就叫水肿。可是有些肿呢是排尿都没问题，可是脚还是肿。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一般情况下，一个是刚才讲的气血循环有很大的关系。气血循环，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气血循环有问题的人呢，就是说，比方说你长途旅行，你坐久了，脚就会肿，脚肿起来，你活动它就没有了。这些都是这样状况，因为循环的问题嘛。还有一种就是肾脏的问题，是肾脏有关系，也是跟肾脏有关系，因为肾也是跟培根有关系，培根是跟土水有关系。所以呢，这种状况呢，一般情况下，我刚才已经讲了，过了9点以后，尽量的不要喝太多水分，少点水分比较好。甚至是不能吃一些瓜类，西瓜啦、哈密瓜啦，都瓜类，对，里面水分也挺多的，而且比较寒，更加会影响到这个。那方法呢，比方说刚才讲的就是尿排不出来，而且肿的这种水肿，有一个方法就是简单的方法，就是用那个花椒。花椒就是麻麻的那个，四川人很喜欢吃的麻辣的那个麻的那个花椒。那个花椒呢就不用太多，就5粒6粒就够了，就泡在一个水杯，6粒，对，6粒就够了，不用太多。就是像这样的玻璃杯里面放进去之后，用开水把它泡，半杯就够了。用
半杯的热开水泡，热开水，对6，泡完之后就是温温的去喝，喝了之后就有效果了，能够排尿，对。好，这个很好。而且那个尿的数量会增多的。好，对，这个是很好，大家可以试试看啊。不是麻辣火锅啊，是不是麻辣火锅。对。好啊，继续来，就那个料。这个啊，很多人都想知道了，请问有没有抗衰老的方法？抗衰老。抗衰老。OK。抗衰老的方法当然有了，因为藏医的医书里面就是给我说举个两把汤，它有一个章节专门是抗衰老的一个章节。一个这样子，专门说这个。专门说这个。那抗衰老呢，主要是靠什么？当然也分这个男女。那基本上就是衰老呢，一般情况下也是退化，这自然的现象，退化这些5元素嘛。可是退化的快慢在于你自己，在于你自己的意思就是说，你吃的这些东西要足够的营养，对，足够的营养。比方说，很多人都说，OK，有这样的营养，那样的营养，这样的素，那样的素，该不该吃？这个要看你自己身体里面缺不缺这些东西。如果缺的话，你就可以补充；不缺的话，平时吃的东西里面都具备这些东西。所以呢，平时吃的东西你吃的比较多样化、比较平均的话，营养就丰富了，自然的就丰富。可是营养丰富，最终还是讲胃一定要好的，这个是刚才已经讲了。另一个呢是跟人的精神层面是有很大的关系。精神方面。对，衰老不衰老跟人的情绪、心情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呢，心情尽量的一定要放松开阔就是说不要把自己闷在一起，比方说对，特别是有些人就觉得说退休了，退休之后就觉得我退休了，我老了。其实不是这样，我也是退休了，我也退休，我也不觉得我自己老，心不老人就不会老。对，因为什么呢？你有充分的这种心态的时候，心就是平衡，有这种状况的时候，刚才说的就是心平心静，这样的时候就是不会觉得很老得快。对，你苦恼啦，担心啦，然后就是这样的话，人就衰老的更快一些。心态很重要，心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什么呢？刚才我已经讲了，我们身体里面有80种气，80种气就是跟心态是有很大的关系。对。所以你影响到这些80种气的时候，所有身体的很多局部都影响气。对，乱了，问题出来，弱了，乱了。对。好，继续我们的中医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比较脾虚湿，但我不想吃中药，请问有没有藏药可以对治这个问题？脾虚都有，因为刚才已经讲了这种状况，所以我们已经讲了状况之后呢，当然是跟中医的这种理论的概念也是差不多是一样。治根不治标，也就是说，你这个症状是表面的，那这个表面的症状是什么引起的？你一定要找到这个病的根源。之所以呢，刚才这个脾虚也是这样，刚才已经讲了，脾胃这两个都是一个兄弟一样。对，之所以呢，脾虚也是有时候说湿很多我一些香港一些病人，他说看了中医之后就说因为皮肤问题嘛，都说湿疹 subden 他们都在都说湿疹。其实藏医里面也是皮肤也分不同的状况，很多状况，
因为什么呢？也是跟5元素有关联的皮肤状况。为什么这么说？比方说，有些皮肤病冬天就严重，夏天没有事了。有些呢，夏天热的时候出汗之后就更严重了。有些呢，就是冬天不是冬天夏天都有。OK， 有些呢早上严重，有些是中午严重，有些是晚上就更痒了。白天没有事，晚上睡觉的时候很痒。这些都是跟这个窿这边白根有很大的关系，密切的关系，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治疗的方法都不一样。不是说有了皮肤病都是湿疹，不是的。所以跟有白根关系的可以说是湿疹，因为白根是土和水的元素，这是有关系的。那之所以我治疗的一些香港很多也是不少这种皮肤的状况，我用不同的方法去帮助他们的时候，有些10年、20甚至15年这样的皮肤的状况，基本上吃2-3个月的药就基本上就可以改善了。这样都有。对，就是要找到这个病的根源，对，很重要。这个好，继续就是最后一条问题了。在藏传佛教修行中，如何融合医疗当中两者怎么融合 ？OK， 很好的问题。因为藏医跟藏传佛教是有很大的关联。因为藏传佛教里面的藏传佛教不单单是一个宗教，它里面含有很多科学性的东西，现代科学和自然科学、哲学性的东西、文化的东西，当然也有宗教的东西了。那为什么说跟藏医有关联呢？藏医的治疗的方法和一些概念理念是那个藏传佛教里面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比方说释迦牟尼佛传法第一次传法的时候，他传法的就是四圣谛嘛，四圣谛。他传法的四圣谛，我们在藏医医书里面治疗的这种概念理念是一模一样。比方说病是痛苦，对吧？对。心理上的病、肉体上的病都是痛苦。对。有了这个痛苦，我们先要找到这个根源，什么引起的？对。OK， 找到这个根之后，你有方法对着这个毛病，对吧？而且你有方法预防这个毛病，对，完全一样的，一样的概念。再说，藏医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不单单是用不同的4种方法去治疗肉体上的毛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心理上的一些困扰，用藏传佛教的哲学理念和这种精神去解脱他心理上的障碍。心理上的障碍是用药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因为心理上的障碍、心理上的毛病，它会引起身体里面的气会乱。气乱呢，当然用药可以把它平衡，可是这个呢不是完全根治的。对，最根治的是什么呢？你最好的药还是在你自己的心里。对，你自己的心调好了，这个病根就会除掉。所以说呢，就是在藏医里面讲的，就是和这个藏传佛教里面，特别是我们藏医4部医典里面的第2部的第31章里面讲的是医德，医德讲的是怎么样医生怎么样对待你的病人，这里面的内容完全是跟藏传佛教是一模一样的。对，很多戒律，对，很多戒律，戒律呢讲的就是身口意的戒律都有讲，所以这些都是首先藏医的医生必须要通过这个戒律，医生必须是一个菩提心，医生是一个菩提心，有这个菩提心之后呢，你对病人是真心的对待这个病人，
不是为了赚钱。对对对，对啊，所以现在西方医学很多都是为了赚钱，根本就不讲这些东西。对对对，之所以以前我去过很多西方国家，我们在讲这个藏医医德的时候，他们真的很受这个感染，他们说这个是很重要。当然了，很多西方的医生当中呢，有些是非常开放的，对，有些呢是信教的，信佛教的，那当然更容易接受了。有些不是信教的，可是我们解释之后，他们也觉得这个有道理。所以之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这些都是哲学文化有关联的东西。所以藏医医学里面医书里面不单单是这个，我们藏医一个标准的藏医医生一定要也有这个传法、灌顶、修行，而且传法灌顶修行，对还需要闭关，对，这些都要，因为这样的话，你的这种怎么说呢？感觉就不一样，对对对，感应就不一样，对，对，感受都不一样，控制心有很大的关系。是。对对对，好今天我们真的很荣幸，请到我们大外医生教到我们很多养生的问题啊，对治那个身体状况的问题啊，真的很谢谢他。Facebook 非常谢谢，谢谢，掌声给那个，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外医生好，谢谢大家。希望我们很快可以再请到大外医生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现在为止啦，謝謝大家的收看。咁我哋遲啲有另外一啲節目咧，你留意我哋嘅 Facebook， 咁我哋咧好快咧就會有其他嘅節目噶啦。咁好，今日我哋再一次廣東話一次，我哋多謝我哋嘅大蛙醫生嚟到同我哋分享咁精彩嘅醫療資訊。希望咧大家咧喺從中裏邊咧學到好多養生嘅方法。咁我哋養生，我哋身體好咗啦，咁咧我哋要發多啲菩提心，咁幫助我哋身邊更多其他嘅朋友或者眾生。好多謝大家，再見。多謝。